兔嘅你，雖然今年冇好冇唔好，但係比起呢個2011、2012好啲咯。因為2011你犯太歲，2012太歲相穿，太歲傷害。咁原來2012嘅太歲相穿，太歲傷害會延續到2013嘅春天嘅，所以屬兔嘅你春天嘅時候事業咧都比較多噶。咁但係正式踏入2013咧，今年係平嘅年，冇沖冇合冇貴人星，又冇呢個桃花星，所以今年係一個平字就可以講到你屬兔噶啦。咁平極都有好有壞嘅。咁今年吉星有8座，表面風光，地位提升。咩叫表面風光地位提升啊？可能職位升咗，可能實質冇乜嘢着數，所以呢個咧就唔好寄予厚望啦。咁空星又冇喎，入吊客天狗天煞啲全部冇乜關係嘅空星嚟㗎，所以屬兔嘅你今年比較平，一個平就可以形容啦。咁平極嘅人都有好運或者衰運㗎，咁又分4批啦。最好運嗰批係生喺11月7之後3月6之前，因為始終行緊運，13、14、15 3年都係投資年，有新嘅機會可以放膽嘗試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，11月7之前都屬於中上嗰批，咁轉工或者新嘅機會，尤其是拍住人哋拍住啲行運人咧，會睇高一線，都係成功機會比較大噶。咁排第3咧就係3月6之後5月6之前，一生比較平穩。咁就算轉工都好啦，佢冇好冇壞，就可能普通轉換環境咧，就如果可以停就停，冇辦法一定要轉嘅都可以轉，但係就唔會話太差嘅。咁最衰嗰批係咩啊？生喺5月6之後8月8之前。如果非必要一定要轉工咧，記住做足心理準備，新嘅環境一定係衰過舊嘅環境嘅。如果新嘅環境人哋高薪厚職請你咧，你要心理準備，可能嗰份工做得幾個月又做唔落去，再轉翻咧轉嚟轉唔翻原來嘅職位。所以如果有好嘅機會，千祈唔好嘗試，多數踩落一個氹，結果嚟講一定90%係衰㗎。咁做生意就更加唔好制啦，轉工都唔得啦，仲話做生意。所以記住屬兔嘅你，生喺5月6之後8月8之前有任何機會，唔係今年喎，13、14、15，千祈唔好嘗試啊！雖然2014你桃花年同運氣都冇關係，都係唔得㗎。